皇崗口岸地鐵站，下地鐵後向 E 出口走。數碼出站，坐電梯上2樓。皇崗口岸2樓出口。地鐵發車表，出電梯從天橋一直走。兩邊都可以走，左邊近路。走到最前邊這裏下去，走下樓梯，看見黃御苑小區，小心過路口，向左拐進小區，一路直走看見湯包，繼續往這個路口走，看到圖書館，一路走，看到九堡的對面，到了。